献予李王为帝，小朋友，请恁原谅我甲即本册献予一个大人。毋过我是有理由的。迄个大人是我伫即个世界上上重要的朋友，而且伊啥物拢捌，连小朋友的册都看有。过来，迄个大人即马伫法国，毋但受尽寒风折磨，佫枵巴肚，诚需要有人的支持。若是恁佫有需要好理由，我会当佫提供一个，因为即个人原底嘛是囡仔，所以我是甲即本册送互迄个囡仔。毋管任何大人，本底拢是囡仔，敢毋是？毋过大家敢若拢甲即件代志放袂记一啦。好，安尼我甲即本册要献的人改写做献予嘛捌是一个囡仔的李王为帝。